春天嚟啦，武漢嘅櫻花盛宴就開始啦。錯過咗今年，只有等明年咯喎。我哋設計咗呢條櫻花季路線，一齊睇下有幾正先。東湖櫻園，全球最大嘅城中湖櫻花海，超萬棵隨之櫻開放，日頭遊湖睇下櫻花飄雪，夜晚燈光一打，櫻花好似繁星落喺銀河，真係好浪漫，好有 feel 㗎。點可以錯過一年一度嘅限定美景呢？武大櫻花大道，百年學府嘅書卷氣，櫻花同紅牆綠瓦襯到絕。櫻花喺風嘅絲裏面，寫入春天嘅溫柔。你有冇感受到呢份粉色嘅悸動，春日嘅詩語呢？睇完靚景，梗係要嘆下美食啦。晴川閣假日酒店嘅江景下午茶，望住長江兩岸櫻花同輪渡，食件非遺桂花糕、櫻花酥，景又靚，糕點又靚，影多幾張靚相。Ins 大把 like 啦。蕭市嘅油菜花海，300畝金黃色花海無邊無際，好似置身喺油畫世界。行喺全球首條雲端棧道，腳下係金黃色花浪，頭頂係藍天白雲，鐘鳴鼎食，古典大氣，喺湖北省博睇國寶，聽穿越千年嘅華夏正音，呢份屬於戰國嘅黑科技入選世界記憶國際名錄，我哋一齊為佢打 call。天下江山第一流黃鶴樓，我哋安排傍晚登樓睇住夕陽掩滿長江，傍晚華燈初上，長江大橋車流好似金色嘅絲帶，當年吹號題詩，今日千古風光。住得好先係享受嘛。國際5星標準嘅五洲皇冠酒店，間房又靚，行街又方便。再飲返個非遺傳承嘅洪湖蓮藕湯，整返條清蒸武昌魚，鮮到舐舐脷啊！想點玩你話事，我哋有3月份嘅香港直航6天團，仲有4月份嘅高鐵6天團，復活節㗎，快啲 call 我哋留位啦，手慢冇位就要等多1年啦。